每年哦，咱台湾的建立超高龄社会，高龄的慢性病是健保真大的负担。考虑到民众看中医人口已经增加3成，健保署嘛拍算要甲中医纳入大家医计划，互中医师甲基层的西医共款哦，会当来正做高血压、高血糖、有高血油慢性病人的家庭医师，上紧明年开始。 有愈来愈侪科学研究证实，中医唔能影响性，对控制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油等3个慢性疾病有一定的疗效，应减少疾病恶化，降低健保医疗支出。所以健保署计划将中医纳入大家医计划，互中医师也应正做3个慢性病患者的主要照顾者。 山楂，还有像红曲啊，还有像那个泽泻，这个要根据这个我们的学术研究里面，对于降低胆固醇、血脂肪都有不错的效果。健保署表示，新冠疫情期间，不少人改变看医生的惯势，固定在中医看诊提药30天以上的慢性病患者差不多40万人。 中医诊所也为2019年的3700多间、6800多的中医师，增加到去年3900多间、7600多的中医师，今年服务量超过4400多万人次。未来无阁区分中西医，那民众惯势看医生，迄一个就是家庭医师。中医里面，它也是有所谓的3高的病人。 需要来照顾哈，所以只要可以一起来纳进来的话，我相信对民众的健康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。健保署强调，目前3个患者差不多500万人，其中100多万人无互医师固定追踪病情，照护品质不如已经达至照护望的过限，也是优先的对象。 希望中医应接者的病人相关疾病计划，也佮甲中医师工会佮讨论，按照今年底进程，会将平台建立完成，相信明年就会开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